现在呢，了快俺那了从没干了嘛，个中国么子没干个，个说的节目那了说背了也真说，被人蒙包，那我就快背你说你历史个，有的，但在被中国了嘛，在唐朝时代呢，就要这个说的蒙多脚，那么说你投资呢和六帮，蒙你投资呢就要和这个呢挖起了都挖起呢本他们和这个韩语，说你本呢和六帮都说自己背就要说了，背就六帮的后代因为多久了，通过战争了嘛，在唐朝战争后呢，蒙呢都挖起呢，些地形了，你相当没本事，你都能和千里马，你一都能可以这一切都能到，但是最后呢，你去团结，做你这个将领了嘛，对。多数了你就去没多不济，赢呢你的药，你这家里你将领了嘛，都说呢六帮就要被你落走了，那么你就要团结呢，个输来药赢来药，那就最后说就战斗了，最后呢挖起呢就你兵你将领了嘛，你多数脚了都看不透六帮。他说大了，然后呢就说分长江两岸，蒙就要长江以南，中国嘛北头来了嘛，第一就要长江，第二就黄河，第三就珠江。那么长江以北呢，先不要说，长江以南先不要蒙，但是后来呢就由于都挖起呢。你些地形了，所以你病了，你能了都要走这个呢，六帮了，那你自己呢自头累了，你病开大，你能别找了，然后你省着开了嘛，叫梦就全部开了被云南，那一烧炒或烧炒就一那个。泰国、老国对你都要被蒙就开杀，那么开杀后呢，就俺毛要毛高呢，生的毛肉毛都要说叫锅毛俺开了，那么挖起呢，就来挖起就得被蒙了嘛，就得一般老人过世，有么入杀都还得刚刚的毛要毛高炒要炒多要来破多，扣了空多，觉得说话也都多。那么这样呢，说就这个走了个，觉得破不好拿这个说了活了活知道，目的就让你所以呢觉得老人过世，俺被还蒙这样蒙对我让你，因你的话就接着要我你打铁么接的话呢风着。这叫么啥个所以呢还蒙发射蒙对我呢，那么路道理呢就要从挖起起了，那么就说第二，因为被蒙了嘛，就是为什么留了过去的么呢？就要得蒙，真实的蒙呢，是团结，到处都要捏这个呢，我老。或者这个呢么我说搞支付过支付搞土地是多人家是多，然后呢就开啥一多年考你要都叫称一考毛病一若说多呢买一多呢就开，所以呢被蒙的话呢就是说过去后若被中国的路了嘛没叫古老觉得老话无桩桩，苗子无地方，被蒙什么得巧，
说的这个一对落寞得球桃子开花，苗子芭蕉，被中午就好，梦就好苗子了，这几多得吧，梦就开了最后呢，所以呢，梦要一直说共产党领导被中国呢么子主席和毛泽东到了以后实行共产党领导，天么讲梦了说了梦一了出来团结，现在北呢，天这个呢快没列队，城堡土地没列队都梦一马子的么过去呢都要资本家地主，没这呢能什么所以现在呢被梦要到中国还是古德中，那么就重要的被梦了嘛，在从那些美国中被人家中国人，这里还要团结至少呢和像过去呢和乱七八糟呢所以就到处开了。现在被中国呢还是开始现在了嘛，被都团结了，基本上成长呢，那么被一老脚呢，被整个呢整说别人要六脚的后代也说了，所以被和这个呢，只叫把老嘛套拿他有梦，被也整说别那六路整凶土，要被就说呢没那只包的话呢被你路，但是说路就自信要一头老猪。那么现在被的代表说被你老猪要整说，只能的叫文章梦呢，天叫我这个呢老人故事，么这个呢胸叫黑，男叫狗。木桩茶老，木桩茶的李光彩叫整梦了。被一呢，就是你要刚才被人学把那已经对上了，那也梦包也要从后这就是离了光彩木呢，要说别人所以呢就不但人呢害了，不但这都最老的已经害了那块，有的叫整梦呢，那么还要出茶。多有狗的木这个，因为狗木不到这一点出，还有为了棚子出茶道，还没多牛不到的，这里就整梦，北一呢就多牛好种，你的好种多了，那么多大几年的我干了好这我，但是嘛呀，你不知道这老还自信来因为不说呢，只能闹事。以所谓俺们就是只能闹爱类爱类之来爱牛之来改没改的低了嘛固定能加类的多不都们改不来是这或者是我都罢来